不是刚欺负我，中国人民警察，他们不帮我，他们要打我。报警报警！他们就是警察，我报警。报你当地的警，报你老家的警。这就是我们的国家。人都去哪里了？那哥们儿要报警了，来讲。你说报警吗？报警报警！这儿赔偿了，这他给他发奖金了，他不管我们了。我们出来工作，因为钱。
这他妈就是富士康的，跑个那边他跑了呀？跑追到 L 去了，把我怼过来了，到这儿。我可打了，我操！可打了，我操！为啥跑呀？撵的这边一跑，那边在这。就打了，往死里打了。抓住谁抓一个打一个，你看见没？你只要搁这跪着了。我靠，你看见没？人都打死，警察把人都打死了，警察把人都打死了。